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今天12月1号第一主日，我们请朱宇长老来点烛。今天的是一个期待跟盼望的日子。点燃第一支蜡烛，这是预言之烛，提醒我们多年以来，人们一直等待弥赛亚的来临，并期待上帝国度得以建立。是一个期待盼望的日子。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将天敞开，神的荣耀要降下来，我们一起来赞美他，一起拍掌，大声的来赞美他。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都来敬拜，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是代降节的第一主日，你相信神的荣耀降下来了吗？阿门。阿门。让我们请大声来赞美他，拍掌来赞美他。阿门。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举起手来宣告，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神就在这里，请大声宣告。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现就在这里了，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
神的荣耀将要降下来，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来赞美他，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神，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屈膝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深爱你唯一。再次我的神，我的神。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屈膝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深爱的唯一。耶稣。永远在你的怀里，我们要永远依偎在你的怀里，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你的荣耀今天将要降下来，我们今天要来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我的神，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屈膝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深爱的唯一。耶稣，哦耶稣，我灵最深渴慕。耶稣，哦耶稣，你医治我心深处。我们再次来呼喊耶稣。耶稣，哦耶稣，我灵最深渴慕。耶稣，哦耶稣，你医治我心深处。让我们轻轻的呼喊耶稣。耶稣，哦耶稣，我灵最深渴慕。让我们用最渴慕的话语来呼喊他。耶稣，哦耶稣，你医治我心深处。是的，亲爱的神，主耶稣，你是我们最深的渴慕，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依靠，就是我们要永远依偎在你怀里，仔细听你的话，仔细听你诉说我们的好，我们也要赞美你的好。主耶稣，愿我们将你的话能够常常记在我们心里，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再一次，愿你的话，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应许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你许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使我因你话语成为蒙神的儿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使我心的坚定。愿你的灵照你许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你的话语何等宝贵，能使我们的心苏醒。以前我们的灵沉睡，既不明白也不认识神，但是现在我们好像睡醒了，能够与主面对面，我们的心就重新活泼起来。主啊，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有如活水涌流，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充满盼望与平安，同时依靠主更加坚定，站立稳妥，不跌倒。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名，阿们。好，接着是我们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将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这里的刚强，贫穷这一程不足，都因
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创造救赎的主，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你有丰盛的恩典，使我们福杯满溢。我们是何等人，竟蒙主的救赎，用你生命的重价将我们挽回，使我们能成为你的儿女，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呼喊你为阿爸父，这是何等的恩典！感谢主丰富的供应，在你里面一无所缺。从岁首到年终，你的赏赐、你的恩典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感谢主，在你恩典的路上，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满了脂油。今天你儿女齐聚在你的面前，心怀感恩，将你所赏赐的时间、金钱、才能，并我们口中的赞美，愿如馨香的祭，献在我主台前，求主悦纳。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着下来是我们的报告时间。我们今年有很多纪念的照片呢，就是我要看我们看第一张，这一张就是陈牧师就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参加，对，你一定有在里面，对吧？啊，还有一张呢，就是10月13号，我们到真理堂去哈，不到真理大学，然后这是教会里面的这一张哈，那这个是在校园哈，那请我们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你可以要需要这三张照片或是哪一张照片，欢迎大家可以到1楼来登记，就是49号1楼哈。那我们今天登记就到今天为止哦，请登记的时候也要同时要做缴费，都很值得，几点漂亮哈。好，再来，这是圣诞晚会，我们在12月14号，就是礼拜六点，晚上6点到9点哈，我们在我们的2楼，就49号的2楼礼拜堂，我们有这样的庆祝。那我们希望欢迎哦，各牧区小组、团体及个人可以报名。那现在都还可以报名哦，一直到下礼拜6截止报名哈，欢迎大家踊跃哦参与。那这个时间我们有精彩的表演，还有什么？你们看得到吗？白色的字，奖品摸彩活动哦，这一直都是圣诞晚会很重要的一个点哈，请大家踊跃来参加。牧师，这个就是奖品是不是？除人不是，其他都是哈。欢迎大家，你们知道圣诞晚会是几月几号？12月几号？哦，恁随讲随袂记哩袂使哦，哈，12月14号哦，哈，好，谢谢，好，再来哦，下一则报告，好是今天刚刚牧师有讲哈，我们宗教改革，你们知道明年是迦南教会的几周年？60周年一甲子哦，我们相关的单位，我们相关的同工有做了很多的60周年的活动，其中一个活动就是宗教改革之旅，就在今天的中午几点？12点半到1点，只有30分钟哦，欢迎大家可以来听。我们要去哪里？你们知道吗？德国。刚刚牧师就在讲道的时候讲很多，等一下我相信牧师也会再说明哈。我觉得很棒哦，大家可以不管你有没有预备新参加，还是你都可以来。这个说明会要不要钱？牧师要不要钱？不用钱。可是中间那改革之旅要不要钱？牧师将会更多的说明哦。好，我们在感谢主哦，我们在第一场礼拜哈，我们已经有做长职就任的就任式，很感谢主，我们有更多的同工加入到我们的当中。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就任，就是区长、区组长，我们会安排在几月几号
12月29日来就任了哈，请我们的区组长要留意这件事情。好，我们今天我们的新任长老还有就任的长老哦，我们有谁？我那个敬称省略哈，有丁家硕、王义军、洪翠玲、陈如山。那我们的执事有丁俊伟、康德恩、张端荣、曾慧兰、黄明文，还有蒋成模、林婕妤、连文杰、周成汉、黄丽英哈，我们的这些很棒的同工哦。好，长执会的报告，本主日1点呢，在401我们要召开418次的长执会，请新就任、新原任长执预备心准时出席哦哈。好，这个崇拜部的报告。长执训练哦，特别是新任的长老执事，请你们要留意，12月8号就是在下个礼拜的1点，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新堂，我们要做训练哦，有很多的事工新的哈，我们都要请大家要在这边预备，新任的长执要出席。再来教育部的报告，今天是几月几号？12月1号，你们知道12月1号到12月31号共计几天？你知道我们从教育部有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圣经共读。今天开始我们要读什么？罗马书。你们知道罗马书有多难读？你们知道吗？自己读会真的是看不哦，所以要靠什么读？靠共读。牧师帮我们做好所有的预备的功课，然后我们只要有一个什么耳朵听。打开就可以听哈，所以不要忘记哦，今天已经开始了，大家要赶快跟上罗马书哦哈。好，再来60周年的特刊邀请，就在我们的这个周报的第2页哦哈，这个地方有一个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可以 QR code 可以做一些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参与哦哈，欢迎大家哦。再来我们的圣诞节活动，请大家有点小，大家注意一下哦哈。我们一直都有对外哦，我们在12月4号跟12月11号，我们都有到长照长照机构哦，不是我们教会的哦，是我们姐妹哈这样子，我们会到长照机构去做传福音。虽然他们已经年老了，那可能要坐轮椅，但是他们的生命重不重要？属灵的生命依然我们要很看重哈，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哦哈，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服事。然后刚刚有讲到12月14号就是我们的圣诞晚会，那一天特别注意，我们有提供表演的同工，还有工作人员有预备晚餐。好，接着就是社区的施工报告，松大讲座的讲座一直都是叫好叫座，在这个礼拜12月4号10点半到12点，我们的主题是你的财宝在哪里？讲师是谁呀？陈牧师哈，大家都可以来哦，好不好？12月4号礼拜3，很好哦。来12月，好，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牧师来那个好不好？我们12月的寿星哦哈。请这个12月生日的寿星们，请你先站起来。你是12月生日的弟兄姐妹，请你站起来。那请你们来到台前啊，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来站在台前，祝你生日快乐！来站在台前，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还有没有？好，那我们来为他们做祝福和祷告。他们在12月生日，和谁同一个月？和耶稣同一个月哦。那我们祝福他们好，能够在这个月当中凡事兴盛，出入蒙福，出也平安，入也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为着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些在这个月庆祝生日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感谢你透过他们的父亲母亲，把他们带到这世上，同时也让他们能够在人生当中来认识主耶稣，成为生命当中的救主。今天我们要庆祝他们在这个月当中即将生日，也要即将增加1岁。愿他们的智慧与身量、爱主的心和众人爱他们的心都能够每日的增长，也能够让他们在这个月当中所到之处，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经历上帝你格外丰盛的恩典，赐给他们有健壮的身心灵，保守他们每一天都在主你的同在里。这样子祷告祈求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再次拍手来祝福他们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哎呦，真好哎！12月生日跟谁同一月？跟耶稣哎！哦哟，真的真棒哈！好，来，那我们来接着下来。好，我们来宾介绍，今天有很多来宾哦哈，新朋友哦。好，来，陈金信吗？哦，看着，好，谢谢。好，林玉洁姐，哦，欢迎你，好，是，好，魏宽成弟兄先生吗？魏宽成，好，OK， 好，下一位，好，王月凤的家庭在哪里？哇，欢迎你们。对，欢迎你们继续来教会哦，欢迎你们。好，继续再来，还有吗？好，欢迎哦。还有我们的那个耶路撒冷旅行社的总经理。耶路撒冷旅行社的总经理在哪里？陈正德。嗨，我们期待12点半去听总经理的说明啊。还有我们一个团体叫做方舟团契耶。等一下，我们好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好，欢迎哦哈。好，那接着下来就来宾介绍完了哈。是先献诗对不对？先金句。金句。好，先金句。好，来，我们一起来读金句，来读2次哦哈。好，一起来。可是你们的心顽固刚硬，为自己招来更多的愤怒，以致在上帝的义愤和公义的审判来到日子，受更重的刑罚。罗马书2章5节，再一次哦。可是你们的心顽固刚硬，为自己招来更多的愤怒，以致在上帝的义愤和公义的审判来到的日子，受更重的刑罚。罗马书2章5节。好，我们这时候就要来邀请方舟团契你们的献诗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安排。他们所要献的诗歌叫做《哈纳莫》。好，请。
门。谢谢方舟团契，耶稣的恩典就是丰富的恩典，感谢主。好，我们要来读圣经。罗马书1章16节到17节，只有2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而后外邦人。因为这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使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是起于信，止于信。正如圣经所说，因信而得以跟上帝有合一关系的人，将得生命。以上，我们这时候邀请我们的主任牧师陈柏芝牧师，今天的讲道是带降的福音，带降的福音。这个简报笔。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跟你旁边的人说，带降节快乐。带降节就是在圣诞节前的4个主日，好，开始进入带降节期，也是教会年历当中1年的开始哦。那在今天刚好也是12月的第1天，也是带降节的第1天，也是第1个主日。好，所以在带降节当中，我们点燃的第1根希望盼望的蜡烛，好，是能够期待耶稣基督再来。那今天我们也很高兴能够看到有方舟团契在我们当中。方舟团契是我们新竹中会的大专中心，好，在南区就是苗栗地区的其中一个学校的团契，好，是由在苗栗地区就读的学生好所参与的团契。那他们这次举办了一个退休会，来住在嘉南教会2个晚上哦。好，那他们也特别在今天主日在我们当中来献诗哦。那本来他们预计有16个人要来，好，那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了，好，但是像是下一次好，他们会讲后道修博，好，再把其他的团契能够邀来，我们也再次拍手来欢迎，好，也谢谢方舟团契好的弟兄姐妹、同学们，好，在我们当中好的服侍献诗，好，那我们也为他们在苗栗的就学，还有在那边的学生的工作，好，能够带领。吸引更多的学生，好，能够来认识神，好，为他们来代祷。那进入带降节，我相信这是一个等待的节气。但是很多人带降呢，都是想说等待耶稣降生，好，那但是带降节不是等待耶稣降生，因为耶稣怎么样，早就已经降生了。那带降节是在等待什么呢？等待耶稣降临啊！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带降节是在等待耶稣降临。带降节是在等待耶稣降临。好，如果当大家都在等待的，好是耶稣的降临，但是你等待是耶稣的降生，好，你所等待的人，好可能就会相差很大。好像刚才报告12月14号有圣诞晚会，大家都在等待那个抽奖，好，但是你却等待吃那个晚餐，好，那就可能等待的目的和结果就不一样。那在带降节当中，我们刚好进入罗马书的共读，而我们可以从罗马书看到这一个上帝给世人好的一个话语信心的宣告，也是在圣经当中永恒的真理啊。而这真理呢，其实也可以应验在我们的台湾。所以今天牧师要透过分享，好，台湾已经进入了400年，而400年来，你有没有觉得台湾出头天呢？有，你从哪边知道台湾出头天呢？400年来，好，那在1624年，好，就是400年前的10月份，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台南，好，开启了400年台湾被统治的第1年，好，但是我们不晓得，哇，这个台湾要被统治400年哦。而这400年的当中呢，从荷兰人、好清朝，然后呢还有明朝，然后还有这个日本人，然后呢还有中间有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还有到中华民国，经历了9个政权，好，就在这个土地上面，好，所以400年来，台湾人好要叫不同的人好叫他领袖，要叫他主啊。但是呢，398年前，1626年，西班牙也占领了台湾的北部，那时候都还没有台北城哦，还没有，而就在台湾北部的基隆，好，那中文也叫做基隆，就是鸡的笼子，好，就形容那个基隆屿，那个基隆屿啊，好，长得就像是养鸡的那个倒过来的笼子啊。
那在那个地方和平岛盖了台湾的最早的教堂，叫做圣萨尔瓦多教堂。这教堂呢，也在几年前，好，这个基隆市政府呢，在施工当中发现，在下面居然有遗迹，考古的遗迹，啊，所以他们就挖出来，结合这段历史说，哦，原来这个教堂还真的就存在，而且呢，已经被埋在地下。昨天是江南教会的核心同工退休会啊，好，我们就走访了和平岛。好，同时呢，也在和平岛的游客中心，它就是仿照那时候的圣萨尔瓦多城所盖的这个城堡。好，那你在这个旁边呢，就是这个教堂的遗迹呢，好，是被埋在地下，已经被揭露出来。圣萨尔瓦多这个城的意思就是 Saint Savior， 就是圣主啊，救主，神圣的救主。所以在台湾人都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但是就已经在北台湾基隆就盖了一个神圣救主的教堂，而预告呢，上帝要使台湾人出头天啊，好，要大翻身。所以我们知道，除了400年前的故事呢，好，那有没有听过台湾 No.1 这个典故从哪里来？知道吗？啊，这是从2015年的线上游戏，好，那时候非常的疯狂，这个线上游戏，中国的玩家、台湾的玩家、世界各国的玩家呢，在那边角力。但是呢，只要是台湾玩家得胜的时候呢，中国的玩家就会出来，好，沾边沾光。好，如果是台湾玩家没有得胜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中国第一，中国第一。那有一个美国玩家呢，好，他就发现了，他不晓得中国台湾有这样子的微妙好紧张的关系，所以他就在好这个在游戏线上游戏的当中，好说了一句台湾 No.1， 结果呢，只要是台湾的玩家，好就会 yes yes yes， 只要是中国的玩家就怎样 no no no， 好，所以这个美国玩家呢，他就把这个台湾 No.1 呢，就拿来辨识这个。因为在网络后面，你也不知道谁是谁，大家都用匿名，他就辨认出哪一个是台湾的玩家，哪个是中国的玩家。而台湾 No.1 呢，好也成为这几年好的一个口号。但这口号呢，好也是不仅是这样子，特别在疫情当中，好我们有台湾的口罩国家队，台湾 Can Help。好，当全世界的国家都没有办法生产口罩的时候，台湾继续保持生产，而且在疫情的初期就已经大量的订购，好，那原料有时要从德国来，好，大量的订购原料，好，同时呢能够继续的维持口罩的运作，好，所以在全世界口罩荒的时候呢，台湾人每个礼拜可以拿到几个口罩？从2个到后来5个，到现在呢，你要有几个就有几个。好，但是那时候收到口罩人就非常的感动啊。今天你拿口罩去送人，会不会有感动？好，人家会觉得哦，卖个贴啊，卖个贴啊，好，已经太多了。但是呢，这个真正的可贵，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你愿意分享出来。所以台湾真的活出一个台湾 Can Help 的一个价值，好，让世界许多的国家收到这口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好，这对他来讲是一个连当时很多国家都不认为说，这口罩是能够有什么帮助，这口罩是能够抵挡什么样的疫情。好，但是事实证明，口罩真的可以救人的命。好，所以那时候很多国家才开始认真的看待要戴口罩这件事情，而后来台湾呢，又在这几年出现了护国神山。护国神山是指谁？以前是指玉山啊，现在呢，我们都当作是台积电。玉山为什么是护国神山？因为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好都会从东边来，好，那遇到这个玉山的时候呢，好就会这个台风的威力就会消减很多，甚至在今年几个10月的台风，那台风就就地解散，好，就是一碰到台湾就就地解散。但是呢，从2022年开始呢，这个台积电啊，好，台湾的半导体，好，这家公司呢，好，也在国家的培植之下呢，好，展现出了护国神山台湾 No.1， 台湾 Can Help 好的这样的价值，好，甚至呢，在疫情当中，好，大家都要买笔电，都要靠网络，好，都要透过手机的时候呢，发现晶片荒，好，晶片不够，所以很多的汽车呢，制造出来的就差那个唯一的晶片，没有那个晶片，整个车子就没有办法达到它100%的功能，不听使唤哦。
好，所以甚至那个时候，好，在美国那时候牧师在美国看到新闻是二手的车跟新车一样贵，好，一台车开了5年，好，卖的价钱还跟新车一样贵，好，因为他们从二手车的上面呢，把晶片能够回收，好，所以很多二手车都提升价值。到这个礼拜，好，上个礼拜天，好，我们经历了另外一个台湾 No.1 是什么？听台湾哈，这个牧师真的都不用讲啊，大家就知道。好，听台湾，我们得到了棒球有三个世界赛，好，其中的一个世界棒球赛的冠军哦。所以听台湾好这个口号呢，好不是拿来选举的，而是从棒球职棒里面开始所喊出来的口号，而真的400年来，好台湾出头天啊！好，所以请跟你旁边说台湾 No.1。再对另外说，台湾 can help， 然后再对他说，我们是听台湾，然后要不要一起来唱那个哦哦哦的歌？好，这可能以后会变成是这个辨别台湾的一个辨识度很高，不用在台湾 No.1， 好，你知道喊得出听台湾，好就可以知道你是哪里来。所以现在台湾人呢，走路安怎有风啊，好做梦拢安怎。都可以求啊，好，半梦都会被自己笑醒哦。哇，身为一个台湾人，400年前的台湾人，谁知道你是谁啊？谁知道你在什么鸟不生蛋的地方啊？好，连我小时候，好，我们的地理老师国小的时候，地理老师在告诉我们说，你去告诉外国人台湾，他们都找不到地图在什么地方。但是呢，今天已经不是了哦。台湾，你讲你是台湾来的，哇，他们马上就他知道。所以台湾的价值，台湾的呈现，并不是国土的大小，而是这一群人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岛上活出什么样的价值，活出什么样的态度。讲到听台湾，好，这也是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棒球其实是经历了改革，所以我们的国球才能够大复活。好，在2000年的时候呢，陈水扁他还定名了这个国球啊，就是台湾的国球就是棒球啊，不是篮球，所以把棒球当作台湾的重点的发展运动。你知道我们的中华职棒是哪一年设立的呢？今年是职棒第几年？20几年，好，今年是职棒的35年啊。我们是从1989年中华职业棒球联盟开始设立。设立之后呢，就是要来发展棒球，但是这个棒球呢，却经历了96年、05年、07年、08年、09年黑事件。好，这个棒球呢都有它的吉祥物啊，好，但是加上那个黑，这个黑不是指他们很酷，这个黑是指他们打假球、放水。所以职棒当中经历这5次，好，连大家那时候这是球迷心目中的象神啊。好，这个兄弟象呢，居然也都自甘堕落而打假球，这个事情呢，让整个台湾的棒球事业、棒球版图呢，真的是跌到了冰点啊！好，打回原形啊！好不容易成立的这个职棒联盟，好，却在球员、球团，还有在这个为什么会打假球、放水？就是为了要签赌，好，这个大家就是在签哦，今天比赛谁会赢？然后呢，这些主头呢，这些轴头，他们就是跟球员就配合，好，用压人取供，用枪支，好，然后用绑架、用勒索、用贿赂的方式，好，让他们球员呢，好乖乖听话，免得这个主头输啊，好，所以呢，他们随时在监控。但是也因为这一些历年来的放水打假球事件呢，台湾有超过100个棒球的选手遭到禁赛，甚至是终身禁用，不能再代表台湾，不能在职棒上面来打球。所以台湾不是没有棒球的人才，却是因为环境、因为罪恶、因为腐败，以至于这一些有能力的人一一被罪所妥协、所吞吃。那终于在今年，也是职棒的第35年。职棒成立之后，也获得台湾史上400年来第一个世界棒球的冠军。好，在年轻的时候都是那个嘉义的嘉农啊，好，这个嘉农去到日本的甲子园，这已经是那时候台湾之光啊。
而现在更胜于之前，好，因为真的是打败世界各国的12强的好手，好，能够夺得冠军。所以在这个举国欢腾的时候，好，不是只有为这个欢庆，而是要知道，其实这也是神对台湾在历史上的一个命定。我们知道台湾好到了一个高峰，但是这高峰是到了最高峰呢，还是它可以突破再突破呢？好，这就看我们怎么样去回应神的计划。这个棒球是经过了改革，才让国球能够大复活。在这棒球当中，35年来，好遇到事情就是2个单位，一个是棒协，一个是职棒啊，中华职棒，两者之间呢水火不容，所以谁也不愿意听谁的。每遇到国际比赛的时候呢，好2个就互相好在争取利益。互相呢看谁可以争取到这个主办，当对方主办之后呢，他就叫这边人不要参加；当这边主办的时候，就叫那边人叫他们不要来参加，互相扯后腿，而且呢，为了利益，为了收入呢，不择手段，甚至呢来抢自己人在抢生意了。哇，就是国际赛的时候呢，好，台湾2个单位都在抢，好，这2个不同的系统。而在抢的时候呢，曾经就这样发生过，世界比赛在比赛的当天，好，连早餐都怎样都没有准备。好，我们今天在办活动，好，都知道说要准备早餐，好，这是最基本的。可是世界的比赛，好，居然到比赛的当天，早餐在哪里都不晓得。好，这样的事情，可见这个专业根本不够，但硬又要来办这些的棒球的比赛，所以以至于呢，好，这一些抢了又不做事，然后中职呢中华职棒就不让球员去参加国际赛，而棒协的人就怪说这些台湾年轻的选手都不爱国，好，都只是去打职棒，互相的抹黑，互相的攻击。这就是我们过去好将近30几年好所经历的棒球生态圈。但是呢，什么时候改革？好，这个改革就是在最近几年，好，这个棒球协会和中职的理事长和中华职棒的会长，他们呢，好，为了国家的发展，终于坐下来，带头改革，回归正常的开会。他们2个球团呢，好，坐下来，好好的说，然后好好的沟通。然后呢，所有都要按照今天这个会议所讨论来进行，不要出去之后又改变心意，不要出去之后又放话，大家都不要本位主义，而是能够共同好为了台湾的棒球一起来努力。所以呢，在这次的棒球比赛夺冠之后呢，好，英国的媒体 BBC 他就列出了3点好台湾夺冠的原因啊。第一点呢，就是台湾有一个这个勤收团队，这勤收团队呢，总共有20几个人，都是国家所花薪水，然后付钱，然后让他们在超过半年以上，到世界许多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去他们的职业棒球当中呢，好，不用做任何事情，就是去看球，然后但是要记录每个投手，好，每一个打击者，好，特别是那王牌，好，他们的投球的习性做勤收。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在这次的棒球夺冠，就是我们有黄金世代的教练团，这些教练都是曾经是国手，好，曾经这是台湾之光啊。但是呢，这些教练团好，他们已经年纪大了，已经超过30了、40了，但是他们继续传承他们曾经的经验，所以这次的教练团呢，非常的专业，好，有各领域的好，教导打击的、教导投手的、救援的，好，都有。而他们也对每个球员都能够精准的掌握。这次的球员很多都很年轻，甚至很多都甚至被认为不够格参加国际赛。但是呢，在这些教练好，在这一个勤收团队的帮助底下呢，好，让他们能够上台为国争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好 ，BBC 认为呢，台湾这几年来球坛的改革还有产业化，让这个棒球的环境越来越成熟啊。所以我们的台湾啊，这个台北的大巨蛋今年启用了，什么时候？本来什么时候就可以启用？本来应该是8年前就可以启用，好，但是呢，上一任市长一上任呢，好就说这个5大弊案，好，然后就把这个棒球馆就把它封起来，好调查，结果呢调查出来，最后没有结论，好，那就是只有跑法院，好。
好，让今年的这个台北巨蛋好终于能够启用。好，有去过请举手。台北巨蛋好有啊，哇，翡翠姐居然去过哈，请放下。好，那这个呢，好，让我们的球员他在参加这个大场比赛的时候呢，好，他去到东京巨蛋5万人，台北巨蛋4万人，好，但是呢不会逊色。好，他在那个地方，如果你刚去那边比赛，那么多的观众坐满的时候，好，你可能那个心跳你没有办法控制，好，你可能那个血压好上升，你没有办法好好的静下来。但是因为台湾的产业好，台湾的棒球环境好，让这些选手好在台湾就有这样的机会，甚至我们的棒球界呢好都有世界各国来到台湾打职棒，所以他们可以适应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体格，而这就是造成我们好国球改革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国家呢把这个球的资源放在好事业上、版图上，而不是放在个人的口袋当中。所以我们看见改革重不重要？改革很重要。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改革很重要。没有改革好就没有未来。所以不管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不断的改革。我们的教会好是长老教会，被称为改革宗。好，这个宗就是一个宗派，但是这个改革宗并不是终点的终。我们不是改革完成结束，是一个改革中 ing 进行改革。在明年迦南教会庆祝60周年，我们有一个宗教改革之旅。宗教改革之旅就是要认识为什么要改变，为什么要改革。我们现在这样不就好好的？我们现在不这样就已经很平安、很喜乐，这样的聚会不就已经很好？我们就好好享受现在的。为什么还要再改变呢？很多的人不喜欢改变，包括昨天的核心同工退休会，我们刻意安排这个座位，大家从出发到回来，每一次坐的位置都不一样，跟不同的人接触，很多人很有压力，还没有出发之前就很紧张，哇，我根本不知道跟他坐在一起，我可以跟他聊什么。大家都喜欢跟熟悉的人在一起，但是透过这样的改革，让我们去体验。去发现，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变动，怎么样促进大家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在等一下1个小时之后，我们会在隔壁的2楼礼拜堂来介绍宗教改革这一个旅行它的意义、它的目的，以及希望跟我们明年迦南教会60周年能够结合起来。宗教改革是哪一年开始？是16世纪。1517年，那一天10月31号发生什么事情？那一天就是马丁路德，他在这个教堂的门口定了95条，公开的挑战当时的教会还有教皇没有符合圣经的95条的事情，他把它做了好几年的预备和整理。马丁路德他做出这样的挑战，是因为他得到了改变。马丁路德本来是一个修士，是那时候的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他也立志终身不结婚，他也立志他要成为一个修士来服侍神，让他能够炼尽他的生命，能够来得救。而在有一次，他去到他是德国人，他去到罗马来朝圣。那时候朝圣呢，就是要爬一个这个比拉多的阶梯。这个比拉多的阶梯呢，据传是这个他们从耶路撒冷把他扛回来。然后呢，让他们在爬这阶梯的时候，一边跪一边爬，一边念这个经文，一边念这个他们的教会的语这个赦免的祈祷文。然后呢，爬到最上面，就让他们罪可以从100%被减到几%？不是0%，可能只剩下50%，可能剩下30%。你还要爬完之后，你还要再去买赎罪券，你可能还要再去做很多的赎罪的礼，然后你还要做很多的祷告，做很多的功德，你才有可能达到100%的得救。但是马丁路德呢，他却在爬那个阶梯的时候，爬到其中一阶。他的耳中就响起一句话，是在罗马书今天我们读的第1章第17节最后一句：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在跪着爬着的时候听到这句话，当下这句话震撼了他。其实他不是第一次读到，他早就读到，但是这句话在那个时刻让他被震撼，他就从那台阶上就站起来，
然后就走下去。他说：“我不用再爬了，我知道我得救了。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他就回去到德国，他继续从罗马书里面去解经，然后去罗马书当中去释义。罗马书当中他去与人来共读，而他从罗马书当中找到人并不是因行为做各样的功德称义，被跟神有好的关系，而是因信称义。他从怀疑到相信，到他后来勇敢地说 ：“Here I stand。”这就是我的立场。他说：“让教会成为教会，教会不是人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是上帝的教会。而教会要做的，不是在掌管这些的权，控制这些的钱，是要把权、把钱都要交出来，不为人所用，要为神所用。”所以在马丁路德1517年10月30号宗教改革日开始，而宗教改革的风潮就一直引爆到今天，已经507年。而在500年当中，宗教改革呢，就归纳了5个重点。sola gratia 就是唯独恩典 ，sola fide 就是唯独信心 ，Christo 就是唯独基督 ，Scripture 就是唯独圣经 ，Deo gloria 就是唯独神得荣耀。这5个唯独，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次：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神得荣耀，好，让上帝得荣耀，或是上帝的荣耀。这5个唯独都是从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如果没有改革的话，今天我们可能还在过着中世纪爬阶梯、跪着来做礼拜，好，然后呢，透过各样的仪式，你才会觉得让你得救。但是因为这宗教改革从圣经当中来爆发，以至于马丁路德不论是在德国的皇帝，或是在教皇的前面，他都勇敢的说 ：“Here I stand。”这个 “here” 呢，并不是他站的这一块的讲台 ，“here” 呢，就是他所读的圣经，他所读到的罗马书。“Here I stand”， 这就是我的立场，这就是我所相信的，而不是你们所说的这一切。而也因为这样子呢，马丁路德他呢做了重大的改革，让信仰活过来，让教会原来是没有办法得救的教会大复活，让教会能够再次复活，使人能够来得救。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罗马书1章第16节，我邀请大家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很多人讲到福音没有办法讲出来，讲到福音讲的结结巴巴，2266，什么是2266？哩哩啦啦。然后呢，你就不讲，让人家听起来你是在讲什么？为什么没有办法把福音讲出来？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不以福音为耻，就是当我们好好的来读圣经，你会知道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福音是神的大能，是要拯救相信的人，从犹太人到希腊人。而第17节我们在读，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读了罗马书保罗写了罗马书，马丁路德读了罗马书，他发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福音，就是要建立跟神的关系。建立跟神的关系，不是透过各样的行为、仪式或祷告，而是出于信心。而这信心呢，是来自于圣经上所记载的，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所以本于信，以至于信，在英文里面说 from faith to faith， 最后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 by faith， from 信心 to 信心，最后是借着信心。意思就是说，从头到尾都跟信心有关。好，请大家说一次，从头到尾都是跟信心有关。如果你来到教会，你所依靠的、所做的，不是用信心，而是借着眼见做着行为。我们需要操练信心。很多人听到核心同工退休会，要去到基隆基隆很会下雨，
没有信心不去了。很多人听到这个退休会要坐游览车，坐游览车要换来换去很多位置不去了。但是呢，很多人听到退休会去到基隆风很大，不去了。但是还好，感谢主，昨天核心同工呢去的大概有80%以上都有出席，大家都愿意用信心相信我们去。虽然没有去过，虽然没有做过，但是我们愿意去。同样的，我们明年2025年宗教改革之旅有没有去过？有去过的请举手。好，大部分人没有去过，有没有信心去？有信心。好，信心长在哪里呢？信心是长在你怎么去看见，怎么去相信，你怎么去建立跟神的关系。如果你觉得是神要让你去的，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可能会 Here, there, I stand。但是如果觉得上帝不可能让我去的，上帝没有没遐好的代志，上帝不可能要让我去的，你的信心就在这里，你就是 Here I stand。信心跟上帝有关，你要让一个事情能够成就，就是你把这个事情如何带到上帝的面前。义人必因信得生，是来自于2500年前的先知哈巴谷。哈巴谷那个时代，国家快要灭亡，巴比伦不断的兴盛起来，要成为强权。但是先知哈巴谷说：“上帝啊，为什么遭遇这样？”上帝说：“我要兴起巴比伦来管教你们。”这哈巴谷更伤心更难过。你为什么让一个大坏人加勒底人自高又自大，心又不正直？但是呢，上帝告诉他：“好，哈巴谷，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好，只有与神有关系、正确关系的人呢，不论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后来哈巴谷先知呢，他就有信心了，他相信 Here I stand， 我可以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罪恶时代当中刚强站立，所以他就不再埋怨东，不再埋怨西，不再害怕，相信有上帝的安排。牧师相信，好，迦南教会60周年，而且是在10月31号，并不是偶然。明年60周年，我们能够有机会去到德国宗教改革的旅行，也不是偶然，而是上帝的预备。有信心的人就能够得着，阿们。跟你旁边说，有信心的人就能够得着。而你觉得不能够得着，没有关系，但是你只要从1%的信心，芥菜种的信心来开始，而这信心是会长大。再对另外一个人说，信心是会长大的。可能你存了半天，你只能够存去1天的钱。好，我们总共要去12天。好，但是你存了只够1天。但是这个信心是会长大的。好，可能上帝就让你更有突破，你就可以去2天。好，然后呢，可以去5天，好，去6天。而这一切呢，不是只有钱的关系，还有我们对于圣经的关系。所以你怎么样来读这一卷罗马书？我们总共要读31天。这31天的每一天都在累积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宗教要改革，为什么上帝让马丁路德要出来，为什么上帝要在德国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改变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不以福音为耻。好，这个看起来好像一个春联，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家的门口都是这样，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们能够清楚的、完整的讲出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2句话对照宗教改革的5个唯独，唯独神的荣耀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大人；唯独恩典，不论是信主的、没有信主的，都要白白给人。唯独基督，这神的义能够显明，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显明出来。唯独信心，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从头到尾都跟信心有关。而唯独圣经，如同圣经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当我们的信心也要进行改革，而让圣经大复活。好，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的信心要改革，圣经就会大复活。我们的信心要改革，圣经就会大复活。可能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读圣经，读到哪里就睡到哪里，好，读到哪里就累到哪里，读不下去。
但是当你带着信心的眼光的时候，你读到哪里，你就活到哪里。阿们。当你带着信心的眼光来读圣经的时候，每一字每一句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像跳出来对你说话，就好像马丁路德跪在比拉多的台阶，但是呢，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就是充满震撼他的脑袋里面。也如同保罗在写这卷罗马人书的时候，他人正在哥林多，在希腊的地方，他在哥林多呢写下了这一卷罗马书。好，他不晓得这一封信，他只是原本要写给罗马的教会，但是他不晓得这一封信，他所读到的圣经，居然成为了这个整个基督教、整个教会、整个新约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非常重要的心脏。过去他们在马丁路的时代，他们去到教堂长得是这个样子。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宗教改革之旅其中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乌兹堡的一个主教宫。这个教堂呢，在这个皇宫里面，那不是个皇宫啊，那也是一个主教他的别的行宫。在这教堂里面呢，弄得这样金碧辉煌，就是要让人哇，上帝好像是这样。但是你到这样教堂去参观的时候，你有办法在那边好好的读圣经吗？很困难，很困难，因为呢，这个灯好像太亮了，这个打到上面去了。好，这个教堂呢金碧辉煌，你可能就是眼睛在那边看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听神的话。到底来教堂是来参观，还是来看？看这些人的精美的雕琢，还有这些的摆饰，还有这些的富丽堂皇，还是来到教堂，来到神的面前，是要来听神的话呢？但是在中世纪，这个是第8世纪的教堂，他们就已经让这样子的来取代了神的话，所以来这边做礼拜、做弥撒，但是呢，对于神的话呢，却非常的冷淡，非常的冷漠。所以马丁路德他提出了要回到圣经，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今天要建造的教会不是建造教堂，我们要建造的是生命，不是买卖的生意。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包括牧师，他一生所要建造的不是一个教会，是要盖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盖完之后，他就退休了。这个礼拜堂盖好之后，献堂之后，他就说：“兄弟啊，我可以跟你交代了，阿布啊，我完成了我的祖先、我的阿公给我的心愿，我终于盖了一个礼拜堂，好像他就可以在这世界上留名。”这还是我们今天的很多的牧师都有这样的心态。可是对于建造教会，却没有任何的 idea， 对于建造教会却没有任何想法。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一群人，这一群人生命如何，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才是上帝所要新建的。所以上帝是要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是要各尽其职，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不是把教会当成一个事业。哇，我们要有多少的人数，我们要达到多少的预算，我们要有多少的奉献，我们要有多少的设备，我们要有多少的资源，我们要有多少的目标，这个达成率，并不是像做生意、做买卖一样。什么是教会的改革？教会的改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教会的改革就是用神的话找出问题，用神的话解决问题。好，请大家一起说：用神的话找出问题，用神的话解决问题。一开始我们听到了这个中华职棒棒协的改革，他们要找到问题在哪里？为什么这30几年来没有办法让优秀的球员在优秀的场地能够参加优秀的比赛？问题在哪里？找到之后解决问题，当问题一一解决之后，机会就来了，那个成果就来了。所以绝对不是一个侥幸和偶然，哇，他们运气很好拿到了冠军，而是因为找到问题了。同样，在教会里面有没有问题？也会有问题，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怎么找问题？用神的话找问题。怎么解决问题？用神的话解决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很会找问题，哇，这个也问题，
去吃，等一下中午要去吃这个也有问题，去这家餐厅，这个餐厅有问题，好，对什么都很会批评和指教，但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呢？在教会当中，当然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教会的问题，当然就可以很容易找到牧师的问题，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长老执事的问题，但是有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就是回到神的话。罗马书第10章第17节，我们来读：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在教会当中，最重要就是要让人家能够听到，如同中世纪的教会，只有让他们来这边做礼拜。中世纪的教会圣经几乎是封锁起来，只有神父好，他偶尔会读到圣经，不会每天读圣经。这些信徒更是读不到圣经，以至于呢，这些的神父好，这些的教宗教皇，他们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一直到马丁路德，他在大学的图书馆里面，终于第一次读到圣经。他把圣经好借出来读之后，他才发现当时的教会怎么讲的都跟圣经不一样。今天我们都有圣经，但是今天我们还是一样缺少读圣经的动力。对于圣经的冷漠，这个圣经很多人可能就是放在床头上，放在书架上。这个圣经现在大家都用手机，用手机呢翻一翻，滑一滑，可是呢滑过去了，就如同看 LINE 一样，你跟看 LINE 一样，好，你觉得很棒的，你才会把它做下来。你在手机上面读到圣经很棒的，你会把它存下来吗？会把它记下来？为什么我们需要一本圣经？好，让你的圣经能够完整，你能够在上面把你所领受的能够写下来。这也是我们一个读圣经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一个基本的精神。我们需要听到，而听到就是听到基督的话。所以今天是代降节，代降节不是只有纪念耶稣的降生，更是在迎接耶稣的降临。耶稣的降生为要拯救世人，耶稣的降临为要审判罪人。我们一起说一次：耶稣的降生为要拯救世人，耶稣的降临为要审判罪人。如果你没有知道耶稣再来，你只有一天到晚每年的圣诞节都在准备那个马槽的婴孩。这个马槽的婴孩，这个故事，这个戏剧，你可以演的再演，听的再听，听了50次、100次，请问你会不会得救上天堂？不会，因为你的信心只有耶稣降生，耶稣是婴孩。唯有你知道耶稣他降生在马槽，是因为代表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你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代表他为我们赎罪献祭，而我们不用再献上其他的祭物。你知道耶稣他复活后升天，代表他胜过阴间，胜过死亡。你知道耶稣他从天要再降临，代表他来审判世界，你才会过一个得救的生活。代降节，今天我们点的这个第一根的蜡烛，是一个期待，是一个盼望，不是盼望耶稣你再出生一次，不是盼望你在耶稣再回到马槽像婴孩一样，而是盼望耶稣你要从天再回来。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是带着审判，是带着天军天使，而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迎接耶稣再来呢？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预备好迎接耶稣再来。我们要预备好迎接耶稣再来。迎接耶稣再来，不是只有把这边布置，这个布置都很重要，但是迎接耶稣再来，是你的生命有没有布置起来？你有没有如同上礼拜戴秘所说的，发光如星，领许多人归于义？你有没有真正的建立跟神的关系？有没有真正的从得到福音，认识福音是神的大能？如果这一切你都还没有做，牧师只能够替你捏一把冷汗。如果今天晚上耶稣就来了，你拿什么去见耶稣？如果下个礼拜、明年耶稣就再来了，你连罗马书都还没有听完，都还没有读完，你怎么去明白福音是神的大能？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认识罪，
你怎么能够去认识救恩呢？我们为什么需要救恩？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要得到救恩，就必须要离开罪。很多人还活在罪中，活在捆绑当中。他说他得救了，但是他还是活在罪的当中。这个救恩他没有完全的得到。而为什么完全没有得到？因为他的信心没有完全的活出来，而没有征服罪，胜过这个罪，就尝不到救恩的滋味。当你真的不再被罪所捆绑，不再被害怕所拘禁，不再被死亡所威胁，才能够尝到主恩救恩的滋味。而我们要继续的抵挡罪，才能够守住救恩。今天开始是罗马书共读的31天，鼓励大家起来读经，起来翻开圣经，起来好好的把罗马书的每一字每一句，好好的在你的圣经上面写下你的笔记，写下你的心得，写下你的领受。因为你这一生当中不会只有读这一次，上帝也不会这么吝啬，一生只对你讲一次罗马书。只要你活得够久，上帝会继续用罗马书给你，但是你要有办法能够把上帝的话整合起来，如同马丁路德，他能够站起来，我不用再跪这一些了，我不用再求这一些了，我要宣告义人必因信来得生。在这个礼拜我们的聚会小组当中，你可以分享台湾棒球夺冠的感动，你也可以分享在代降节当中你对主耶稣再来的期待，而马丁路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的这样子的突破，而对你有什么样的启发？而我们要来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说阿们。你相信福音是一个像炸弹一样，像是一个广岛的原子弹一样，是可以带来极大的变动，可以改变历史。马丁路德当他读到罗马书第1章的时候，那一句话进入他的心中，他不晓得在接下来几年当中，上帝已经在预备他，要让他在1517年的10月31号做出历史性的一小步，却是整个教会、整个世界的一大步。台湾 No.1， 为什么台湾跟中国不一样？因为有一批宣教士把福音带到这里，把圣经带到这里，让圣经没有离开台湾。台湾人接受到圣经所基础的教育，让他们去追求真理，发现真理。台湾 can help， 因为这是神的大能，是出于神的话，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罗马书也是一个口罩，可以让我们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病毒。当你正确的带上罗马书，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极大的能力。而什么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你跟神的关系绝对不是看你的阿公阿嬷，不是看你的区长小组长，不是你在哪一间教会，你不在哪一间教会，跟神的关系就会不一样，而是在于你自己的信心，你怎么去领受的信心的基础，你怎么去建立你对神的认识。当你有这样正确的认识，你不需要跑遍大江南北，你不用跑到韩国，跑到美国，跑到新加坡，就在你自己的房间，就在你自己的书桌，你都可以经历神，经历神的同在。神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出现了3次，每一次的出现都是一个历史性的宣告，义人必因信得生。亲爱的弟兄姐妹，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借着上帝的话，上帝的提醒，在12月的第1天，代降节的第1个主日，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信心再次活过来，让我们的教会再次活过来，让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国家再次活过来，能够为主而活。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
上，因你是我的王。从头再一次，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主啊，愿你的话，愿你的灵成就，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为你是我们的王。因你是我的王。主啊，愿你的灵，愿你的灵照你去降临在这地，至高者的能力覆庇这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你是否相信神的话能够使你有信心，使你的生命复活？你是否相信神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真的？不要凭眼见，而是要凭信心，要相信神的话。即便你看到眼前的困难，即便你眼前的环境艰难，即便你所要面对的是极大的挑战，但是神的话要帮助你，要应许成就在你身上，让你如同马丁路德，让你如同保罗使徒，让你如同亚伯拉罕，如同但以理。只要你相信神的每一字每一句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我们再次来唱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的祈祷，愿神的话真实的成就。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愿我们都能够顺服你，仰望你。顺服仰望。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你的话成就在让我们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恩典。你是我，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愿你的灵照你去降临在这地，至高者的能力覆庇这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愿你的灵照你去降临在这地，至高者的能力覆庇这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我邀请大家闭上眼睛，当牧师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这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成为台湾人。让我成为台湾人。台湾要出头天，台湾要出头天，我们的教会要复活，我们的教会要复活，我的圣经要复活，我们的圣经要复活。你的话要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要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要照亮我的生命，你的话要照亮我的生命。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你的灵照你的应许降临在我生命里，愿你的灵照你应许降临在我的生命里。我感谢耶稣基督的降生，我感谢耶稣基督的降生，我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我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让我预备好自己，让我预备好自己，也建立教会，也建立教会，建造生命，建造生命，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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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就是现在，
此时就是现在。 Here I stand， Here I stand， 这就是我所信，这就是我所信，就是我所信奉的神，就是我所信奉的神，要帮助我要帮助我迎接未来，迎接未来，迎接每一天。迎接每一天。我这样子祷告祈求，我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因信称义，义人必因信得生。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好，准备好要迎接耶稣再来了吗？我们再次用将天敞开来，在我们的神。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是的，神现在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降下来，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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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我们彼此的祝福，彼此的请安，愿神祝福大家平安。平安。欢迎大家。